傾新生系列，細說商學。香港嘅工業喺上世紀嘅70至到80年代初咧，係發展得好鼎盛嘅。咁當時咧有唔少嘅製衣啦、玩具啊，同埋五金等等嘅工廠，並且咧係創造咗好多職位添嘅。係啊，不過去到80年代末咧，隨住成本嘅增加，同埋內地亦都改革開放咧，好多工廠咧都北上搬咗去內地。係啊，咁啊仲有當時有啲香港人咧，佢哋把握住呢個機遇啦，將生意做得越嚟越大添啊！冇錯啦，就好似我哋今日嘅嘉賓就係啦，佢係靠五金工業起家。嗱，香港表面上咧係一個金融貿易嘅城市，但係其實香港有好多好出色嘅工業家嘅。我身邊呢一位 Edward 咧就係其中一位啦。咁你可唔可以講講你點樣係即係去創業嘅咧？細個時候咧就讀書嘅時候就係幾乎學費都冇得交嘅。咁所以一路讀書咧，一路去做嘢。後尾咧就去一間工廠，就做咗7年。覺得就自己都要發展嘅嚇。咁所以咧就同人揾咗成嚟辭工，咁啊自己揸個皮包咁啊，一個人周圍去啲五金鋪啊嚇，或者啲工廠，主要工廠，即係掃樓㗎啦。我賣螺絲。咁後尾點樣轉型去做埋生產嘅咧？工廠嗰時冇乜品質嘅概念，亦都冇乜時間觀念，所以接咗張單咧，話明3個禮拜交咧，4個禮拜交唔到。咁如此咁樣係一路同啲客咧就俾面啦，咁覺得咁樣好攰啦嚇，而且咧就係效率唔高嚇，咁同埋要靠人，而且咧自己賺嘅利潤係好低嘅嚇。及後我自己諗下，不如自己開工廠啦。咁我揾一個咧係喺呢方面喺工場做生產嘅，有技術嘅，咁大家合作開咗間廠。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 share 超毅理想頻道。